歡迎收聽希望聽新聞，我係慧雯。首先為您送上內容提要：史無前例，美三大新聞社被截水，川普任命佢要職。G7 關注印太安全，譴責中共海上擴張行動。川普上訴至最高法院，要求限制出生公民權。爆出賄賂醜聞後，華為代表被禁進入歐洲議會。下面請聽詳細內容。史無前例，美三大新聞社被截水，川普任命佢要職。美國總統川普嘅堅定支持者、媒體人萊克正式入職美國全球媒體總署 USAGM 特別顧問。喺今個月13號，佢就宣布取消三大新聞社5300萬美元合同。萊克原本被川普任命為美國之音主任，遇到阻力後，川普將佢提拔到更高嘅位置，管理美國之音等機構。全球媒體總署負責監督美國聯邦政府嘅對外廣播事務，管轄媒體包括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古巴廣播辦公室、自由歐洲電台、中東廣播網等等。萊克禮拜四喺社媒 X 上發帖話：我今日決定取消美國全球媒體總署昂貴而不必要嘅合同，包括同美聯社、路透社同法新社簽訂嘅價值幾千萬美元嘅合同。佢又話，美國全球媒體總署係一間由美國納稅人資助嘅新聞機構，已有83年歷史。佢質疑話，我哋唔應該俾錢俾外部新聞公司話俾我哋知新聞係乜嘢。我哋有近10億美元預算，我哋應該自己製作新聞。如果呢個唔可行，納稅人應該要知道原因。而喺另一篇貼文，佢就補充話，取消三大新聞社嘅合同，為美國納稅人節省約5300萬美元。美國之音現任主任亞布拉莫維茲係前華盛頓郵報嘅長期編輯，由拜登喺去年4月任命。而萊克出任美國之音主任，就必須先罷免現任主任。佢禮拜四接受 Newsmax 採訪時透露，美國之音唔肯讓川普安插人入去，喺川普再次上任前就已為川普做咗防備嘅機構。萊克話佢將盡佢所能喺佢嘅崗位上負責呢啲清理工作。G7 關注印太安全，將譴責中共海上擴張行動。G7 外長禮拜四達成共識，將加強努力結束俄烏戰爭，並譴責中共喺印太地區有侵略性嘅海上行動。呢次會議喺加拿大度假勝地拉馬爾貝舉行，美國推動嘅停火提案成為討論重點。另外，外長們仲特別召開關於中共同印太地區嘅安全會議。據共同社報導，根據獲得嘅一份文件草案，G7 外長除咗會後發布聯合聲明外，仲計劃單獨發表一份關於海上安全嘅宣言，其中將直接點名譴責北京。一位消息人士話，呢份預定發布嘅海上安全聲明內容仍然可能喺 G7 外長結束會談前有調整。不過目前嘅文件草案中直接點名中共，並譴責佢喺南海同東海嘅擴張行為，包括填海造陸同建立軍事前哨基地。而喺聲明草案中，部長們表示譴責中共嘅非法、挑釁性、強迫性同危險行為，話呢啲行動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有可能破壞各地區穩定。部長們仲計劃對中共通過使用武力同其他強迫形式擴大國家管轄權嘅行為表示擔憂，包括喺南海、東海同台灣海峽。根據日本政府說法， G7 外長喺會議中一致認為歐洲安全同印太安全日益不可分割。日本政府就話，來自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同美國嘅外長們同埋歐盟代表再次重新反對任何透過武力或脅迫手段單方面改變現狀嘅企圖，
並對朝鮮發展核武同導彈嘅能力表達擔憂。日本外相岩屋毅強調，七國集團需要更加緊密合作，打擊朝鮮嘅惡意網絡行動，包括利用竊取嘅加密貨幣資金支持核武發展。自俄烏全面侵烏以來，日本政府就曾多次警告，今日嘅烏克蘭可能就係明日嘅東亞。而呢個立場亦反映日本對中共持續對台施加軍事壓力嘅擔憂。G7 其他成員國就認為，若戰爭以符合俄利益嘅條件結束，將助長中共同朝鮮嘅擴張行為。本次會議主席加拿大外長趙美蘭話，佢哋希望睇到烏克蘭實現公正持久嘅和平。而喺沙特阿拉伯舉行高層談判後，烏宣布願意接受美政府提出嘅30日停火協議，該方案由川普政府推動。G7 外長對美國促成停火方案表示讚賞，並承諾繼續提供對烏嘅堅定支持。日政府指，一啲成員國強調 G7 必須團結一致，施壓俄正面回應停火提案。而隨住美國、歐盟同加拿大之間因貿易問題緊張局勢不斷升級，呢個讓 G7 能否對外展示團結、支持烏並維護以規則為基礎嘅國際秩序，有待觀察。川普上訴至最高法院，要求限制出生公民權。川普喺13號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限制出生公民權，以協助佢對非法移民採取更強硬立場。美國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出請求，挑戰華盛頓州、馬薩諸塞州同馬里蘭州3個州嘅聯邦法官針對川普嘅行政命令發出3項全國性禁令。川普表示，呢啲禁令應縮小適用範圍，唔應該普遍適用於所有州，而應該只係限於提起訴訟嘅原告，而限制喺法院嘅權力範圍之內。司法部文件就指，自本屆政府上任以來，普遍禁令已達到泛濫程度，最高法院應予以制止。川普喺上任首日簽署行政命令，指示聯邦機構拒絕承認父母中冇至少一方係美國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嘅喺美國出生兒童嘅公民身份。該行政命令原本打算上個月19號起實施，但目前喺全國範圍內遭到22位民主黨州總檢察長、移民權益倡議者、待產媽媽嘅起訴，同埋多位聯邦法官阻撓。原告嘅核心論點係，川普嘅命令違反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一項權利。該修正案賦予幾乎所有喺美國出生嘅人公民身份。而該修正案嘅公民權條款規定，所有喺美國出生或歸化美國並受其管轄嘅人都係美國公民，亦係佢哋所居住州嘅公民。川普政府就申辯，該修正案長期以來被理解為賦予喺美國出生嘅任何人公民身份，但實際上並唔延伸至非法入境移民，甚至合法但臨時入境嘅移民，例如大學生或持有工作簽證嘅移民。司法部喺提交俾法庭嘅辯護詞中表示，第14條修正案從未被解釋為將公民身份普遍擴展到喺本國出生嘅所有人。川普推動限制出生公民權嘅做法，係佢更廣泛打擊非法移民、保護邊境安全行動嘅一部分。其他行動包括指派美國軍隊協助邊境安全，同埋廣泛嘅移民庇護禁令。爆出賄賂醜聞後，華為代表被禁進入歐洲議會。中共國家支持嘅科技巨頭華為喺前一日爆出賄賂醜聞後，歐洲議會已禁止華為公司嘅代表進入議會大樓。發言人話，議會決定作為預防措施，即時暫停同華為公司相關嘅代表進入議會嘅許可權。該禁令係臨時性。
將持續有效，直至當局完成調查為止。禁令適用於布魯塞爾、斯特拉斯堡、盧森堡嘅議會場所，以及遍佈27個歐盟國家嘅所有聯絡辦公室。歐盟議會嘅決定係喺禮拜四聯邦警察喺布魯塞爾首都地區、法蘭德斯、瓦隆同埋葡萄牙進行搜查後作出。喺禮拜四，華為喺布魯塞爾嘅總部辦公室遭到警方突擊搜查。比利時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話，當局正係對華為對歐洲議會涉嫌腐敗、偽造文件、洗錢等初步指控進行調查。檢察官辦公室話，當日百幾名警察共搜查21處場所，數人因涉嫌參與歐洲議會內部嘅腐敗活動、偽造同使用偽造文件而被逮捕並接受訊問。華為禮拜四就話對呢啲指控持嚴肅態度，並將緊急同調查人員溝通。據初步調查，呢啲腐敗行為可能係從2021年起定期而隱蔽發生。華為以商業遊說為幌子，對議員或官員進行形式多樣嘅賄賂行為，包括用金錢或其他好處換取議員或官員支持特定嘅政治立場或政策，送出高價值嘅禮物，例如豪華餐飲或支付旅遊開支，作為拉攏或賄賂嘅手段，或定期邀請參與娛樂活動，例如觀看足球比賽、建立關係等。而根據歐盟透明度登記冊，有9名華為員工擁有進入議會場所嘅認證。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